花市在地新闻，在地人，在地情，来看台南陈怀庆安宫举办着文昌法会，希望要参加考试的考生，拢会当得到文昌帝君的加持。 先看庆安宫伫咧文昌帝君圣诞的时，嘛要替今年要参加大学学测，佮有各种公职考试的考生，佮有家长，伫咧武圣殿内底办法会，替大家人来加持。主要就是要为咱这考生学生，来祈求功名，请咱文昌帝君来甲因加持。咱这个法会当中咱有准备迄个点灯。 包括寿金。庙方嘛，替来参加法会考生准备文昌笔、平安符、菜头、葱仔、肉粽。经过道长这届过状元桥了后，互考生会当有好成绩。那希望就是事业顺利，论文能够完成。对，那也还有就是道长的被盖，还有祈福这个仪式。庙方表示，面对考试，考生甲家长的心情是愈来愈紧张，希望透过举办法会，结合传统科技甲文昌的信仰，会当安打大家人的心情，互考试通过顺利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